Hello， 我係 Vinny Mancuso， 係加州 Sunnytown 地區中心嘅服務協調員。你哋都知，我去見咗 Sophia 同佢屋企人，仲一齊傾過佢份 IPP。我問咗問題，寫咗筆記，然後一齊諗好咗個計劃。好啦，一齊睇下係點做嘅。IPP 唔單止係一份文件，佢仲真實反映出我哋同支援對象之間深入而且詳盡嘅討論。入面有佢哋可能需要嘅基本服務，仲有提供服務嘅方式，同埋啲服務係由咩人提供資助。喺協議最尾嘅部分有一頁要簽署嘅，我哋一陣再講呢一頁啊。過嚟呢邊。IPP 指南嘅目的係去協助大量有智力或者發展障礙嘅人，以及佢哋嘅支援圈子，去審視同想象佢哋到底需要咩服務，令佢哋過到想過嘅生活。有啲人已經知道自己嘅目標係乜嘢，但有啲就需要多啲時間同埋指導去探索自己所需，所以需要我哋咯。作為服務協調員，我哋要用以人為本嘅思維去引導成個計劃過程，要細心聆聽，問深層次嘅問題，確保佢哋嘅計劃都反映到佢哋真正嘅渴望。由於目標嘅種類好廣泛，所以我哋會將佢分為12個重點嘅生活範疇，確保佢哋嘅生活喺每一方面都係經過考量，亦都會喺 IPP 入面處理。Sophia 嘅個案，我哋最後發現，原來佢想參加書店嘅讀書會活動，要做得到就要為佢提供2種唔同嘅服務。第一種係提供協助，等佢可以主動參與社區，而另一種就係資助參與嘅費用。除此之外，由於 Sophia 嘅需要，加上佢一家人要忙住返工，所以佢哋需要額外支援。於是我問咗啲問題，聆聽，利用以人為本嘅思維，然後按所得嘅資訊行動。我哋一齊揾到個方法去解決，就係特別為 Sophia 提供專人協助。我哋請 Nancy 週末協助 Sophia，等佢可以參加解謎專家聚會。咁樣真係太好啦！喺文件上面會點寫呢？我哋會由預期結果開始，一定要問你想點樣寫你嘅計劃啊？ Sophia 係咁樣填嘅。Sophia 希望喺解謎專家讀書會度玩同埋識新朋友。有啲人會中意寫我想，亦都冇問題嘅。填埋其他服務啦，由個人協助開始，服務與支援係個人協助，支援方係個人助理夥伴，開始日期係服務嘅第一日，結束日期係今日起計6個月之後。唔好忘記啊，可以視乎需要延長嘅。個人協助服務嘅資助係逐個鐘計嘅。Sophia 每星期要 Nancy 1次，我哋分配1個月12個鐘俾佢。之後我哋發現佢1個星期需要揾 Nancy 2次，於是更新佢嘅 IPP 去到1個月24個鐘。呢項服務係由地區中心資助。我哋咁就解決咗參加讀書會嘅難題啦。而家要諗點樣俾錢。其實地區中心一直都會積極改善佢哋提供嘅服務。我發現原來讀書會嘅費用係可以申請由社交康樂與露營服務嚟承擔嘅。我哋填咗佢啦。服務與支援係社交康樂與露營服務，支援方係解謎專家。開始日期係參加讀書會嘅第一日，結束日期係服務授權發生嘅最後一日。喺呢個個案就係而家起計6個月之後，唔使擔心，當結束日期就到嘅時候係可以延長服務嘅。而家有啲支援係由一個來源全額資助，有啲就要依靠多個來源，而今次就係由地區中心全額資助嘅。我哋繼續填，直到填晒所有揀咗嘅生活範疇之後，我哋就可以去協議部分啦。支援對象可以同意所有服務、部分服務或者全部唔同意。仲有啊，如果地區中心更改支援，令到支援對象有異議，佢係可以要求一份行動通知嘅。跟住要檢查3個重要項目。首先會確認你收到地區中心喺過去1年所提供資助嘅服務聲明，搞掂。第二，討論支援圈子所分享有關目前或者未來 IPP 變動嘅內容，搞掂。第三，約定下一個 IPP 面談嘅日期。呢份 IPP 喺3年入面都有效。喺呢段期間，我哋會按需要每年至少更新1次，視乎情況而定啦。就係咁啦。而家同你哋講下一啲關於權利嘅特別計劃同埋資訊先。首先講下自我指導。自我指導提供一個機會去管理支援對象嘅服務與支援同埋服務提供方。Sophia 同佢嘅家人揀嘅主要係傳統服務，但係佢哋亦都有利用自我指導服務，等佢哋可以揾 Tito 叔叔幫手。如果個家庭想自行管理服務同自己請幫手嘅話，咁佢哋就可以參考下自決計劃啦。
仲有就係福利與機構守則第4731條講明，如果支援對象對地區中心或者服務供應方有任何申訴，地區中心嘅機制必須設有專門申訴程序。至於舉報人政策，就代表我哋嘅支援對象喺接受服務嘅地方，匿名舉報非法或者不當活動嘅時候，亦都會受到適當嘅保護。加州政府亦都明確指出，喺競爭力綜合就業範疇裏面，應該優先考慮患有 IDD 嘅人士。作為服務協調員，只要合資格同埋想揾工，我哋就應該優先協助佢哋求職。呢個係同我哋學校系統合作嘅好機會嚟嘅。患有 IDD 嘅人士，如果佢哋係合資格嘅選民，地區中心會協助登記投票，大家有權利發表意見嘅。地區中心亦都可以開發一個交通接送計劃，協助有能力嘅成年人安全咁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冇能力嘅話就會接送來往日間服務同埋工作場所。我哋一步一步好順利咁完成咗份 IPP， 仲有一件事要做嘅就係簽名啦。只要當你簽完名之後，所有嘢都會成為 IPP 嘅一部分。而每次當 IPP 有變，所有嘅人都要再喺更新協議度簽名嘅。記住啊，以人為本嘅計劃唔係要將你嘅文件砌到好靚，而係用嚟幫手策劃更美好嘅生活啊！